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22篇26節，謙卑的人必吃得飽足，尋求耶和華的人必讚美他。願你們的心永遠活着。謙卑的人必吃得飽足，尋求耶和華的人必讚美他。願你們的心永遠活着。人生中總有順境逆境、高山低谷嘅時候，甚至有時所遇上嘅困苦艱難係高於我哋所能承受。但神嘅話語卻鼓勵我哋，無論得時或不得時，都要將眼目注視喺神身上，仍然選擇信靠神嘅救恩，定意讚美同埋倚靠神，以信心嘅禱告嚟呼求神嘅幫助，喺基督裏尋求解決嘅方法，又以謙卑嘅心嚟仰望神，確知神係信實，你會垂聽我哋嘅禱告，以智慧同埋憐憫嚟引導我哋。感恩有你，奉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禱告，阿門。